Hi， 呢度葉天恩塔羅頻道啊 ，One card message shorts， 請先靜落嚟，深呼吸揀以上呢6組。第一組，第一組你有仰慕者嘅出現，最近你會有一啲仰慕者嘅讚美。第二組，第二組你係會最近同一個年輕嘅女子呢係有一啲關係出現，可能呢個年輕嘅女子令到你有一啲情緒出現嘅，不過就唔係太大問題。第三組，第三組你係有一個 friend 呢係好有能力呢係可以 protect 到你，又或者你如果有宗教信仰嘅呢，就可能係你信仰嘅神或者係上天呢係好係會 protect 你。當然亦都要好恭敬咁樣，成日都要做一啲祭祀啦。有啲咁嘅 feel。第四組，第四組，如果你係有付出過、努力付出過呢，你係會得到 achievement 同埋 success 嘅，就好似螞蟻一樣。咁如果你而家未做到呢一步呢，咁你就要努力啦。第五組，第五組有一啲鼠輩喺你嘅背後呢，就做一啲嘢嚟到對抗你。可能係鼠年出世嘅都唔定，但係感覺呢就問題不大，不過你都要唔好掉以輕心啦。第六組，呢兩組係 align 嘅。你可能而家有一啲恐懼、擔憂或者一啲緊張嘅狀態，令到你嘅內心呢係好辛苦，有啲內耗嘅狀態。你要多啲祈請天使高我幫助你 release 一啲情緒，又或者向你身邊嘅人或者信得過嘅人傾吐，咁你就可以舒緩你嘅情緒。多謝你收看葉天恩塔羅頻道，歡迎訂閱、讚好、分享同埋留言，拜拜。